時代論壇聲音專欄，每週精選。2012年10月21日出版嘅《時代論壇》專欄情牽一線，周翠珊撰稿，題目係兩條粟米拎你命。之前收到兩位差唔多同期出工場嘅神學院校友得到大病，需要返嚟香港醫療嘅消息，心中一涼，加緊為佢哋去祈禱。但諗都諗唔到，差唔多成年都冇病過嘅自己，只係因為一時嘅貪玩，食咗兩條粟米就差唔多拎咗我嘅小命啦。呢度同香港嘅甜粟唔同，非洲嘅粟米係非常之難食，乾硬冇味。喺大陸啊，呢一等嘅粟米大概係用嚟養豬㗎，但係呢一度食物嘅選擇非常之少，喺冇選擇嘅情況下唯有照食。但係點知因為貪玩，一次過食咗兩條粟米，2日加埋啊就差唔多食咗5條粟米啦。邊個知道粟米吸水喺腸入邊迅速咁膨脹，會造成嚴重嘅便秘，最慘嘅係會引發一啲嘅疾病，一度懷疑自己內出血。於是我就立即向資深嘅宣教士求救啦。佢咁樣話啦，佢自己以前亦都曾經因為內出血要即刻送院啊，但係當時佢住喺首都，嚟得切做手術，所以施救翻咋。不過我哋由於所住嘅係加納天馬利士，位處喺西北，要去信得過嘅醫院就只好搭飛機。佢更加為我定下咗一連串緊急嘅行動。不過當下除咗觀察之外，其實乜嘢都做唔到。當我聽到佢嘅分享嘅時候，心中一涼，好驚好驚，嗰種驚直情係喺心底入邊發出嚟噶。我咁樣去祈禱：主啊，我承認自己嘅生活唔夠規律，冇鍛煉同埋照顧好自己嘅身體。大神啊，你顧念我同埋我嘅丈夫，一片嘅擔心，為你嚟到呢個咁遠嘅地方，俾我小命就俾我啲時間去重整自己嘅身體啦。嗰一刻，我終於明白點解我哋嘅資深宣教士生活得好似軍訓咁樣，早睡早起做運動，每日飲2升水同埋2個橙，早午麵包少食肉。感謝神，雖然而家身體需要一段時間嘅休養，但係情況一日一日咁樣好轉。一次同埋一位新嚟到嘅工場嘅宣教士好友傾偈，大家傾到生病嘅問題。佢咁樣話：喺呢度病咗啊，病可能拎唔到你條命，但係你會嚇死嘅。事實亦都真係咁喎，喺呢度病咗，最慘嘅係冇信任嘅醫生可以睇，再加上一個病通常會接連引發另一個病，就好似話瘧疾可能會引發傷寒等等。就算一個病拎唔到你條命啊，但係多個病加埋上嚟啊，已經叫你痛苦不堪啦。有啲仲因為咁樣而冇一條小命，都係最好嘅預防方法，就係保持身心健康。喺呢度真係好希望大家關心遠方嘅宣教士，亦都多多為我哋去祈禱。多謝你收聽網播時代 Times on Air。